哦，合唱团，哎，他们是男才女貌，但是呢，他们是朋友而已。当然不是啊。不过呢，我觉得康楼得过好朋友，真的，修康楼修得过来，邀请来我们肖哥哥，还有我们漂亮的秋兰，为咱带来歌曲《魂中花》。我们掌声邀请来萧胜章、吴秋兰，加我泡泡啊！欢迎两位，谢谢。现场来宾，五个大家族，大家午安。歌曲掌声鼓励，魂中花，盛章大哥秋兰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咱的好朋友，哎呦，你看你两首歌偌好听，那五哥亲自上来献花，咱我喊你遐侪人拢无人来起来，但是五哥是你两个第一棒起来的，对不？那五哥今天对你做支持做鼓励，表示你平常时的会费交足多。好嘞，变高。
公生起的啦，搞会费上面刚参加，是为那个五哥一这大家族不用钱。我跟你讲五哥吼，一这人吼非常的慷慨，啊做人非常非常热心，所以做人上面问题拢会找伊斗相共。像我啊，对无我讲，我要甲伊借300万，是唔答应的。300借，你那个借来借600亿都借你啊，300无借啊。600借了有啊，对吧？六大顺了啊，对，你的生意哪里借你？好，来，赶快我就表来问起来好来。哎，全国观众，还有五哥大家族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天良家族大家好，五哥家族大家好，谢谢现场来宾大家好。好，阿秀你们玩得开心哦，好不好？谢谢你。好，来谢谢，来请回座休息。